狂牛拮穿鬥牛士動脈，未麻醉就要做手術。面對1000磅狂牛，34歲嘅西班牙著名鬥牛士托馬斯依然動作優雅，從容不迫。可以見到狂牛將托馬斯成個人懸吊起，大力咁揈咗幾秒，但成個飛踏落地嘅托馬斯仍然示意話冇問題，冇事就假噶。牛角刺穿咗佢大腿內側一條動脈同靜脈，血流如注，傷口有差唔多10厘米，即係3寸幾深。由於佢屬於罕見嘅負 A 型血，鬥牛場即刻廣播請觀眾捐血，而因為形勢危急，醫生冇施麻醉藥，就即刻幫佢做手術。做咗超過3個鐘，接受輸血8公升，但佢仍然昏迷。講過生命之中唔可以冇鬥牛嘅托馬斯，02年曾經急流勇退，佢喺07年復出，上個禮拜六就喺墨西哥表演嗰陣出事。